Hello， 大家好，今日好開心，我哋邀請到其中一位金麗嘅舊生同埋佢嘅家長上嚟同我哋做個訪問。我哋先請我哋舊生介紹下自己先。Hello， 我係梁樂軒啦，今年18歲，我而家係香港大學醫學院2年級嘅醫科生。我哋傾下偈啦。知樂軒今日翻到嚟金麗嘅呢個母校，你有咩感覺呢？我覺得好多嘢都同以前唔同咗啦，新同埋靚咗好多咯。你記唔記得喺幼稚園呢3年嘅校園生活裏邊啦，有啲乜嘢係令你最深刻印象嘅呢？都已經畢咗業10幾年啦，所以個印象有少少模糊啦，但係都係記得有啲課室嘅角落啊、超級市場啊、家庭角。最記得嘅有個金麗診所啦，令到我有機會去扮演醫生去照顧病人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去立志讀醫啦。另外，我覺得啲老師都好照顧我哋，同埋好關懷我哋啦。咁雖然其實我畢咗業10幾年，但係都有老師係間唔中都會聯絡下我，去關心下我嘅近況啦。所以其實我覺得金麗係一間好溫暖嘅學校咯。有請媽咪自我介紹一下。我係梁樂軒媽咪。回想起阿仔讀金麗幼稚園已經係16年前啦。今日翻到嚟金麗，你有咩感覺啊？首先好多謝校長嘅邀請咯。咁我都係覺得學校新裝修，啲顏色好繽紛，每個班房都有唔同嘅學習角，就非常之新鮮吸引嘅。好，媽咪，咁你當初點解會為阿樂軒揀金麗呢？當時揀金麗嘅時候咧，奶奶就二話不說咁樣講話，梗係揀金麗啦，金麗好好噶，佢教出嚟啲小朋友又乖又聽話。咁我當時就半信半疑，所以自己上網查下啦，原來金麗真係好勁噶，佢係隱世名校，好評如潮，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去排隊報名。咁最後有幸地成為金麗嘅一份子。咁你覺得樂軒讀完金麗之後，對佢個人有咩變化？係3年金麗幼稚園嘅生活入邊咧，佢每日都好愉快地學習。每晚咧都會同我分享喺學校發生嘅點滴啦，老師就教曉咗阿仔自己嘅事自己做，阿仔都好乖地咧，自己會完成晒啲功課咯。呢一個好習慣咧係由幼稚園養成噶啦，直至到依家大學咧都仍然 keep 住咯，真係終身受用嘅。你最欣賞我哋金麗啲啊？我最欣賞金麗辦學宗旨同埋教學目標咯，非常之着重呢一個慈悲精神同埋品德禮儀嘅培育咯。校長成日都話要存好心、說好話同做好事，其實呢點我非常之認同嘅。咁有好嘅品德咧係好重要嘅，而且金麗嘅學術都為呢一個小學打好咗基礎咯，所以金麗絕對係我嘅明智之選。好，樂軒分享一下你而家大學嘅生活啦。我而家讀緊醫啦，咁我覺得大學生活最大嘅一樣特點就係佢有好多時間俾你去自由分配啦，但係同時都需要自己有自制能力啦。咁另外一樣同幼稚園生活好唔同嘅一點就係好多嘢都冇人去帶住你嘅，好多嘢都係要你自己去摸索探索咯。媽咪，咁你回想翻以前幫阿樂軒揀小一嘅時候，你做咗啲咩準備啊？同我哋而家嘅家長分享一下。當時阿仔升小一嘅時候，我都有幫佢報啲直資嘅小學。我驚萬一攪珠個結果不如理想嘅話咧，咁都會有2手準備咯。當時阿曹老師就好有耐性咁樣同我分析同講解，咁令到我好安心。最後都成功地入咗聖公會李兆強小學。我都希望緊要升小一嘅 KV 家長們都有2手準備，因應自己小朋友嘅興趣，因材施教。咁希望啲師弟師妹們咧都能夠入到心儀嘅小學。我相信呢一番建議對我哋嘅家長都好有幫助啊。樂軒，咁你而家就讀緊醫科啦，咁你對於將來你嘅人生有啲咩規劃呢？我打算畢咗業之後就喺醫院做陣嘢先啦，同埋同時都讀醫科嘅專科課程啦，咁將來就可以喺專科方面去發展，同埋幫到更加多嘅人咯。咁你有冇啲乜嘢想同我哋金麗嘅師弟師妹講啊？我希望金麗嘅師弟師妹可以揾到自己嘅興趣啦，咁將來可以喺唔同嘅方面去發展啦，發掘到自己嘅興趣啦，咁同埋就可以喺唔同方面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去貢獻社會，同埋畢咗業之後就要多啲翻嚟金麗去探下啲老師。咁咧，我發現金麗啲舊生啦，同埋家長咧都成日好中意翻金麗嗰度幫手喎，小朋友都係一樣。咁你覺得最大嘅原因係乜嘢呢？我好記得阿仔係小學畢業嘅時候，佢就好主動同我講話，我想翻金麗探下啲老師。咁我覺得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感恩嘅表現咯。我哋翻到金麗，楊校長啦、鄭副校啦，同埋啲老師們咧，個個都好熱情，好有一種回家嘅感覺咯。相信呢個就係我哋嘅家長咁中意翻嚟金麗嘅原因啦。係啦，好有歸屬感。最後，咁多位金麗
麗嘅師弟師妹，咁多位金麗嘅家長，記得多啲返嚟金麗呢個大家庭啊！仲有，記得 like。 follow 同埋 share 啊！